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恁知。香港嫌犯陈同佳有风声讲要在大选了后再来投案，有律师陈仲文甲辩护，苏贞昌批评讲是妖魔鬼怪现形。桃园机场在今年发生8站地勤安全事件，桃园航勤、中营航勤、中油拢互处罚。澳洲原住民的圣山乌鲁鲁在下个月被来封起来，也吸引真侪旅客3钱要去爬山。香港嫌犯陈同佳已经出角落，有风声讲伊要听候咱台湾大选过后，才要来投案，而且是由前总统马英九的朋友律师陈仲文来给辩护。面对着这款情形，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仔日讲，有陈仲文替凶手辩护，也有中国政协身份的牧师来斗选，国民党搁再来发声，照妖惊一个叫一个妖魔鬼怪全现形，话一传到位，就引起马英九甲吴敦义随来掉卡当地。香港女子命案引发台港政治竞争。虽然陈同佳第23出角，表明愿意来台湾面对司法，却传出有可能伫大选了后才会来投案，并且由前总统马英九的朋友律师陈仲文辩护。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去立法院质询，唔但批评马英九魔鬼现形，佮强调对代志的发展来看，政府步步为营才是对的。他的律师为凶手辩护。马英九再来扮演哽咽、同情被害家属，正贤牧师居间跑腿砍高啊！国民党再来吆喝唱和，现在照妖镜一照，魔鬼跟魔鬼中的魔鬼一一现形。苏贞昌批评马英九甲陈仲文操控陈同佳案，人去金门参访的马英九嘛强势抢倒转去，讲苏贞昌发言伤悍，无适合做院长。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嘛回击讲，苏贞昌的话才是参像伊所讲的神魔鬼的话。这个已经荒唐到让我不知所措的地步了。院长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他们最近犯了一连串的错误，让自己陷于困境，然后开始乱找这个替罪羔羊。这个像讲这些话的人啊，我觉得当院长不太合适了。苏先生讲这个话，真是叫他所说的就魔鬼的话，他讲的是魔鬼的话。记者打电话给陈仲文，陈仲文跟他表示，牧师管浩明只是好心，要甲捌做过家己学生的陈同佳斗3工，伊选择相信。落尾陈仲文发出简单的声明，强调陈同佳案应该是单纯的法律含公民教育的基本问题，嘛是牧师唔放弃人的精神，和律师为正义服务的代志。法律问题依法解决，未当嘛无适合政治污染。若是未来敢有可能为陈同佳辩护，以及风声讲不了大笔的辩护费用。陈仲文是拢无表示意见。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嫌犯陈同佳有风声讲要延后3个月，也就是台湾大选结束才要来投案。有人认为讲这是甲司法表示。内政部长徐国勇认为讲这是香港的问题，唔是台湾，而且表示的是香港的司法。刘委会也讲，两边正在讨论陈同佳来台湾的细节，台湾会坚持用司法合作的方式来处理。港女命案嫌犯陈同佳在台湾的风波继续发展。根据南华早报报道，香港牧师管浩明讲，陈同佳打算延后来台湾投案的时间，上紧等总统大选结束了后才会来台湾。若是详细的内容，刘委会证实，台港已经进入技术性参详阶段。接的这个方式，其实我们也有提出我们的方案哦。那香港政府他现在也还在做思考，还没有做最后的定案。他也是我们依法通缉的涉嫌的杀人犯嘛，我们是不可能让他用这种网签自由行的方式来到台湾。陈同佳来台湾投案的方式，包括台湾警方是毋是跟他伫台湾机场接机，也是台方派人去香港机场，佮陪咧，也是带伊转来，以及香港警方敢会派人随行。目前搁在讨论要未定案，但是刘委会一定清楚，会透过司法合作方式来处理，而且无技术的问题。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陈同佳案甲选举无关系，政府已经建立投案的窗口，来也唔来是港府的责任。人来不来是香港。不在我们，所以怎么会是我们有选举考量呢？明天就来，我们立即带回来就侦办啊！我们的对口单位都已经开放，随时开放。香港让一个杀人犯拍照自由行3个月，香港人民
我想他们受得了吗？所以应该是香港的问题，不在于台湾。丹东家案陆委会对进步介入，嘛互人质疑政治凌驾司法。不过市国用强调，咱和香港、澳门甲中国伫相关的司法合作请求，当然透过陆委会是依法处理。丹东家选后接来台湾投案，港府是毋是有政治考虑？大家心内有数。记者综合报道。前立法院长，也就是国民党的立委王金平，在这个立法院的这会期总结顺的时阵，发表了伊的告别演说，结束伊44年的立法院生涯，坚持要参选总统到底，伊敢要等到亲民党给伊机会呢？外界也真关心。不过，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被问到的时阵，问敢要搁选一届总统，伊也回应讲，呼之欲出，互大家回去约。副院长、院长一共23年间，在国会改革无法的基础上，点点滴滴、跌跌撞撞，好不容易建立的国会文化，却是怆然悔意。伫立法院44年，洪叫做是国会上资深的立委，为1999年开始连续做5届立法院长的王金平，这届总质询上尾登场，为丹东家案讲起对照太阳花运动，讲老会甲无老会差别，嘛讲国会文化强调调野协商伫国会重要性。不过立法院并不是伊政治路的上尾一站，坚持参选总统到底，王金平伊刷来要去对。这个不必急了什么事情都有结果嘛，我们希望结果是圆满的，结果是对国家最有利。那如果等不到的话，院长的下一步就是退出政坛，退休。那是假设性的问题，我不方便答复。王金平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是真侪年的好朋友，伫2020大选之前，两个人敢是做伙对抗哪里一直无消息。但是已经选总统3遍的宋楚瑜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唔但批评国民党，嘛批评民进党，佮透露讲人民需要第三种选择。孙中山先生去10届拢无停过，这个意思敢讲伊搁要再度出来选总统？宋楚瑜用答案搁要出来回应。宋楚瑜主席现在还在广听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跟看法，那最后会做出最终的决定，可能还要再一点点时间给他。亲民党有参选总统的门票，但是伊讲这个门票无买卖。2020总统大选之前，亲民党要如何运用这张票？李鸿钧指出，目前保持开放的态度，上尾也会交由宋楚瑜来决定。按算11月初，可以当向外界说明。记者郭灿吴家宝台北报道。马绍尔群岛的总统海尼也带团来访问台湾，也甲总统蔡英文来见面，表达邦交稳定未受到中国的迫害甲打压。总统蔡英文也讲，中国用金钱共买手的手段，台湾未搁再来激点点。另外，蔡英文的副手敢是偌清德呢？民进党的党主席杜英泰也表示讲，总统会在上届适当的时机来公布。进前南台友邦小连线来登高，马绍尔群岛的总统海尼带团来参访，甲总统蔡英文来会面。这开喙的保证，就算讲是面对中国一直迫害纵火甲压迫，马台感情同款是真稳定。I would like to assure Your Excellency that the RMI remains committed to its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ROC Taiwan, despite challenges brought on by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landscape and China's ongoing attempt to disrupt the regional status quo. The bond between the Marshall Island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an unbreakable one. 海尼阁表示，马绍尔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一定当替台湾做出更较强烈的发声，两个人会共同见证两国签台马经济合作协定。总统蔡英文嘛讲，中国压迫的手段，台湾未屈服。面对特定势力透过金钱、收买等手段，试图破坏区域的稳定的现状，中华民国台湾绝对不会屈服。我们将会坚持民主自由的理念，继续为印太区域的和平和繁荣带来贡献。蔡总统要拼连任，民进党嘛要来冲立委的选情，不过面对国会过半的目标，还佫有真侪挑战，尤其是第三势力甲境外力量相当的冲击，当来评估不分区立委可能敢若剩甲12席。如果说我们区域的趋势再转好，我们政党票没有办法取得比现在更好的成绩的话，那我们要单独过半，还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杜英台嘛讲政党票的部分会是重点，唔敢激发放。不过真欢喜看到目前党内团结的气势。打结束美国行政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嘛表示真挺蔡总统当选，国会要过半，不过敢是要蔡偌配，赶快是无愿意加讲啥。杜英台表示，总统会伫适当的时间对外公布副手的人选，这是总统绝对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主席杜英台受到媒体访问的时阵，也讲若无民进党郭文哲2摆拢选袂掉台北市长。郭文哲在草早也讲听无，敢讲民进党提名姚文智是假。台北市长郭文哲甲民进党伫媒体不三时互相呛声，关系真正是会好嘛未完全。民进党主席杜英台伫媒体专访的时阵指出，因为有民进党，郭文哲才会当选到台北市长2届，认为伊应该甲民进党保持真好的关系。郭文哲回应讲，听无杜英台伫讲啥。他讲这叫什么意思？所以他说他们提名那个姚文智是假的，是还是？我不晓得他现在的逻辑是什么。他讲那句话的逻辑我听不太懂啊。说你拿到的都是弃保票。那所以是这样，他们提名姚文智，他们没有认真凸显，他们一切都是假的，还是？针对杜英台批评郭文哲的3党未过半，是想要摕到甲人谈判的政治势力。郭文哲反击杜英台讲，伊讲这种话敢若是政治语言，若是单独界案件，只不过是台湾、香港的政府伫咧拼，佮传出讲国民党嘛派律师去香港来斗想办法。郭文哲佮一概来指出，大家拢甲司法当作是政治的工具。其实香港那边，我猜不是香港单独在决定的，一定也是北京在下指导棋嘛，所以变成大家都把司法变成政治工具在用，这个讲到最后都有蓝绿嘛，还有两岸嘛，甚至是反正搞不好还有美中的，我说反正就都全部牵扯在一起的。政府顾问蔡佩如感谢日起民众党不分区名单来抢国会席次，郭文哲甲咱讲也搁在想，不过选举就伫要到啊，佮加上香港单东家的事件，哪力伫咧车拼，郭文哲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关系嘛，真受到大家关心。敢是着拿宋楚瑜讲的，郭文哲是听别人的意见才来做党。郭文哲甲咱讲，就是有一天无美无代代志拄着啊，做累就是做累啊。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总统大选剩无到80天，各种破乌的假消息又搁开始传咯。在新德县的县政顾问赖群组内面，最近有人传甲立赢破乌的假消息，也因为县长杨文科也在群组内面。不过县政府也出来驳回，讲这个群组毋是县政府的业务群组。新德县县政顾问赖群组内面，最近互人发现有人伫群组内面铺真侪批评民进党的消息，甚至讲有诶已经驳回过嘅消息。因为县长杨文科的口罩嘛伫咧群组内面，民进党新德县党部要求杨文科爱出面回释的。大选大家就是公平竞争，大家在赖群组里面提到的都是很多经过证实是不实的消息，那已经是不实的消息，还继续在转传的话，我想这就是故意要造谣。对于新竹县政府顾问群组出现这种不实的言论及散布假消息，本党感到非常的遗憾，并要予以谴责，更希望新竹县长杨文科能够出面说明并道歉。县政府是回应讲，对群组内面出现不实的消息，这件代志感觉真遗憾。不过嘛，解说群组属于县政顾问专用，主要是提供县政建言之用，并无对外开放。未来会甲县政顾问说明群组成立的目的，避免散布不经过纠正的消息。不是我们县政府业务上使用网站，所以他们的言论我们是尊重的。然后我们行政人员是一定不会去参与或是转贴。根据内政部所提出社会法的规定，若是有心人士超故意散布明明知影是无实在的代志，或公众产生惊吓，会当处代票3万块以上30万以下罚款。民进党新德县党部目前是无排除要针对这件代志提出告诉。记者综合报道。中机场在今年已经发生8件地勤安全事件。交通部在今仔日也公布机场公司的调查报告，其中桃园航空公司罚款30万，中营航空公司罚款6万。另外，突查3摆中油公司会交由经济部来解处罚。自这个月22日起，虎航班机因为正平小可漏油，通报机场公司，要是换另外一台班机来飞。机场公司调监视器发现，迄天中油加油车油管接好开始加油了，发现油管无够长，竟然直接刹车。
SOP 呢，它应该是要先卸下跟飞机连接的这个加油口，它实际的作为呢，它是没有先拆卸跟飞机连接这个加油口，所以移动车子的过程中呢，事后发现就对于加油口的部分有所损伤。中油讲，确实是人员无依照标准作业流程，会追究责任，加强训练。中油加油车今年伫桃园机场公司做3件代志，年底加油车由国际挂钩实行飞机，9月初2又搁发生去下掉飞机的意外。这礼拜又搁发生无依照 SOP 锁定档加油车，也无因为中油并不是机场公司对口的地群厂商，所以已经移请中油的主管机关经济部来发。我们在今年年底订定加油商的一个新契约的时候，我们会研议一个更有效的处罚机制，我们会订定一个明确而且是有效的一个保证金这样的概念。一旦他有犯相关的规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扣他的保证金作为一个处罚的一个依据。到目前，机场公司地案事件已经有8件，其中6件造成换班机，已经冠过国际用事达。交通部2号公布桃机地案事件调查报告，针对地案事件罚累犯桃群公司30万，长荣航运因为无依照程序通报地案事件，是罚6万。交通部讲，年底将会导入空质航机监测系统，就是监控地群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在新北市汐止建摆上下班的时阵，就是塞车塞到乌米形。为了要解决交通的问题，交通部在今仔日发表工程方案。若准新北市政府改建江江大桥，就会使新造一个对南平上高速的入口，上紧在明年就会来动工。新北市汐止区的人口是超过20万人，上下班的时间交通是正塞。当地居民若是要去国道1号的汐止交流道，伫咧基隆河北边的车路要塞一大列，和4科尾的石板路、中正路甲大东路拢是塞车塞到真严重。因为这边如果要上国道1号的话，要走那个长江街那边会塞，对，然后往下走的话，走那个东湖也会塞。觉得会比较方便吗？应该会啊。跨过这个桥这样。应该会啊。交通部伫今年初协定汐止地区，增加南入国道1号交流道，拜5正式公布工程计划，会甲汐止空连街来做联络道路，会接新的交流道，未来下过中港大桥，所以嘛需要新北市政府来改建大桥，才会当来配合交流道的作业。过去呢，因为路廊的选择一直没办法确定哈，也不符合规范哦，所以拖了很久。这个匝道哈是大概5亿多哈。那因为有一些是属于漳江大桥的改建跟周边道路的拓宽啊，这是新北市政府负责。交通部评估，新的交流道完工了，会当改变原本交流道27趴的交通量。不过时间过程一定会去影响到当地的交通，所以需要新北市政府先甲空连街尽快工程完成，才袂互工程的时阵，互实际的交通规工拢塞卡。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伫咧南投有6座天空步道甲吊桥是上济关市，其中伫咧中寮的凉风水墙空中步道，因为观光人潮逐年拢伫咧减，搁再加上有大雨影响到安全，在这个月底会先来关起来。徛伫咧玻璃的宽纵步道，享受对悬的所在看倒落去，佮挑战游客的胆量。南投中寮的凉风水墙空中步道，离地面50公尺悬，有美国大结构的设计真做特色，但是气候较无5冬，就要退场停业。就是啊，好山好水把它关掉，不怕算啦。南投中寮凉风水墙空中步道，2015年启用，主打 U 字形强化玻璃建构，透视深国。头一档起因23万2000外人次，了后人一直减少。去年10月统计到达，搁无2万人次来参访，人差要12倍遐济。收入减租是加上我们的公所政治派出去的政治员工是亏损的。量体呢，事实上对游客来讲哈，那他这个金钱的程度呢，那略显不足，所以游客大部分来了一次体验之后呢，那没有办法引起他再来的这个诱因。县府新人讲，路况无好，景点敢若高一项，嘛无法度安排带动旅游行程，容易失去新鲜感。游客回流无好，造成了钱。公所统计，自2015年开通到达，总收入2730万，但是支出达到3300万，其中以人事和接驳车上悬，了700-600万，佫无包括建地的3500万。或者是指出，规划时期都应该要评估区域性和伊的特殊性。
跟别人的特色有没有能区隔？再来就是说，它跟周边的这些业者，跟这一些环境景观能不能串联？你要就是够大够热闹，人家才会觉得说专程来一趟它是值得的。学者指出，参像清境的天空步道，这个月30特别开放第2期，因为人甲景点拢有够济，佮再加上县府维持即马50块的收费，有法度甲做观光动态。兴建观光业体进前，应该跳脱高一项业体规划，才当达到连结效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福真。在今年7月，美国总统 Trump 讲有买2/3 WTO 的成员，讲家己是开发中的国家，来摕到特殊的待遇。南韩就是其中一个红点名的国家。南韩政府也决定召开记者会，宣布讲要来放弃 WTO 开发中国家的地位。这也表示讲，对南韩出入的产品关税，拢要重新来讨论。美国总统川普伫今年7月份讲到，有要2/3的 WTO 成员利用讲家己是开发中的国家来得到特殊的待遇。川普迄当中有警告，若是 WTO 袂当伫90天以内伫这个方面采取实际进展，伊嘛会单方面来采取行动。若是南韩，就是其中一个起用点名的国家。对这个代志，南韩政府召开记者会宣布，决定放弃 WTO 开发中国家的地位。 미래 WTO 협상에서 개독국회를 주장하지 않기로 결정하였습니다. 특히 이번 의사결정 과정에서 첫째, 쌀 등 민간 품목에 대한 별도 협상 권한을 확인하고 南韩自1995年开始，就伫 WTO 享受开发中国家的地位，因为 WTO 对开发中甲已开发的国家有无同的贸易规范。开发中的国家一般会当享受特殊甲差别的待遇，伫各项产品关税降税速度甲幅度，拢比已开发的国家较低。南韩一旦放弃开发中国家的地位，所有输出输入的产品关税拢必须要重新讨论甲调整。若是台湾嘛，早就伫去年9月份 WTO 第4届贸易政策检讨会议当中，就已经表态讲台湾毋是开发中的国家。 大家都适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对的市场更开放，它相对对我们做贸易的国家、以贸易导向的国家是有利的。我们在这个贸易的自由化，在法规上面的这个透明化，还有在整个国际的接轨上，这些都要准备好，那你才能够知道说你是一个已开发的国家。 学者认为，虽望放弃 WTO 开发中国家地位，敢若是一个宣示的效果。毋过嘛表示，必须要尽到国际义务，去斗相共其他国家伫贸易开发面顶会当有更较进一步的发展。毋过台湾到今拢无实际加入去任何大的经济自由贸易协定，政府应该更较摒实的，才会当互台湾的经济甲国际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英国国野出一站，甲39位中国人藏伫冷冻货柜车释放当时意外，目前也当咧准备验尸。中国也希望英国赶紧来公布真相。在警车后壁，法医车辆豆豆离开港口，甲遗体送去病院检验。英国爆出有冷冻货柜甲39名中国移民关系案件，其中11个遗体伫当地24号暗时送去布鲁姆菲德病院进行检验甲鉴定，要确认死者身份甲死亡原因。我刚才呢和英国警方进行会晤，进一步了解核实相关情况。我们将继续敦促英国警方，尽快查明事实真相。 涉嫌的货柜司机罗宾逊讲，伊是伫出发进前才看到货柜，唔知影内底有中国移民。英国警方调查发现，货柜的车头甲货柜分别是为爱尔兰甲比利时来到英国。死者有可能受困伫车内零下25度的环境超过15点钟，才互寒死。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港口有装一相仪，专门咧检验秘伫车内偷渡者。严格因为冷冻货柜温度伤低，无法度检验 出人体热量，有可能互人抓一团冷胖，躲过了检验，煞造成了悲剧。中国媒体《环球时报》甲责任撒互英国，认为发生这款人道主义的灾难是英国政府明显无努力保护这移民。英国意代理专家煞认为是欧洲的紧缩移民政策，互想要找撇互移民，必须要无更较大的风险，到欧洲才会发生悲剧。 These are all victims of the way that the border operates. It's a victim of a very aggressive border politics, of the closure of the migration routes. So some people may end up dying on a boat crossing the Mediterranean. Other people may die in the back of a lorry, frozen. But it's the same sort of system that produced those tragic deaths.
专家推测，所有的死者拢是中国人，迄是这个案件是有组织的犯罪，因为货柜属于爱尔兰一间货运公司的，15号已经把货柜租出去。目前业者嘛已经把租用者的相关资料交予英国警方来调查。记者林世彤报道。中东的黎巴嫩反政府示威已经连续超过1礼拜。另外，在南美洲看到左派长期执政的委内瑞拉甲玻利维亚，也看到政权稳定轮替治理，这拢是因为政治甲经济失去平衡，也引起民众激烈的抗争。智利的警方出动撞水车，伫咧街路强烈驱离示威的民众，已经进入第5天的抗争，累计死亡的人数已经到18人，受伤的嘛有500多人，另外还有2000多个人去互抓起来。当地政治分析家指出，因为还有工业派马克思的支持者来加入去，致使原本和平的示威出现放火，还有手商店的状况来发生，现场是乱七八糟。这款要讲的状况嘛，出现伫玻利维亚进前举办的总统大选第1轮的投票，中央选委会原本公布的初步结果，领先的现任总统莫拉里斯，甲第2名的梅萨是差无偌济，依法真有可能爱伫12月份进行第2轮的对决。不过算票还未结束，选委会原本随时拢爱换新的票数，煞长到24点钟，恢复了后，就变做莫拉里斯领先超过10%，互原本真期待伫第2轮会当拼倒来梅萨甲反对派的民众拢真受气，大家拢真不满哪有这款的结果。Bueno, lo que va a acontecer es que vamos a vivir en una dictadura tal como se ha vivido en Cuba y Venezuela. 因为长期政局无稳定，经济甲公共服务强要断了的委内瑞拉，伫算袂清楚有几落届停电了后，民众阁行去街路来表达因的不满。游行的队伍原本定伫咧要去国营的电力公司来抗议，不过左派总统马杜罗的支持者嘛发起游行来反制。两派的人一人徛一边，家己讲家己的话，无任何的交叉。若是马杜罗政府就甲英国共款，甲停电造成民众无方便，怪互反对派，还有甲因无好的外国势力的迫害。中东国家黎巴嫩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已经连续超过1礼拜。就算讲总统奥恩表示愿意甲示威的民众来会面，像讲改造内阁等等的措施，拢会当来考虑。不过抗议的民众认为，必须要互代表精英站起后期的哈里里内阁落台。外国媒体用黎巴嫩甲智利的抗争来激励指出，双方拢是家己的人汇集，诉求嘛是天差咧地，嘛无真确定的领导中心。执政者就算讲有意思要谈判和解，嘛找无有代表性的对象，和问题是更较歹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到香港的消息。香港歌手何韵诗出席纽约奥斯陆自由论坛，伫咧演说的时阵，也讲到香港反送中的示威民众奉强烈的打压，呼吁世界各地代表为自由甲人权徛在香港人这边。美国副总统 Pence 也公开表示，美国会和香港人徛共平。By punishing and condemning supporters of the Hong Kong movement, these companies are turning their backs against these very communities and freedoms which they flourished on. 讲到世界各国有真侪品牌，像 NBA， 拢因为中国的压力就爱自我审查。香港歌手何韵诗伫纽约奥斯陆自由论坛发表演讲，伊讲最近4个月，香港因为反送中运动发生正大的改变，希望大家为自由甲人权奋战。Hit with a metal hammer, and even myself in Taiwan, these attacks aim to intimidate and silence people. 反送中运动已经4个月啊，香港社会是还未恢复平静，有朋友早起发动家己登去上班，行路去上班上课的活动。有真侪民众带水暗，看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表达诉求。另外，大家也关心后个月20日的区议会选举。目前选举提名已经结束，不过香港政治秘书长吴志芳到2个也无法度确定是毋是得到参选的资格。
传出被取消资格可能性正悬到9成，就以报名参选的海怡西选区可能會延後抽籤。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呢都公開接受傳媒訪問，表明話即係確認黃之鋒能否參選呢，不由選舉主任決定，都會面對唔少嘅壓力。香港媒體引述建制派人士嘅講法，講黃之鋒結合到自決嘅紅線，有可能會被取消資格。香港相關議隊也繼續受到國際關注。美國副總統潘斯就喺演講嘅時陣挺香港。Hong Kong, who have been peacefully demonstrating to protect your rights these past months, we stand with you. We are inspired by you. And we urge you to stay on the path of non-violent protest. 香港嘅民間準備11月初2要喺維多利亞公園辦救援國際堅守主題嘅集會。目前警方是也未決定是唔是發出無反對通知書。記者綜合報道。美國副總統佩斯24發表對中國嘅政策演說，其中2擺攏有講到台灣，也批評中國用金錢做外交，指出台灣嘅友邦轉向中國。美國嘅堅定和台灣徛做伙，也肯定台灣是華人民主嘅燈塔，呼籲國際社會甲台灣來交往，而且甲台灣相挺。美國副總統潘斯24日華府裡頭發表美中政策演講，內容2擺講到台灣，佢堅定表示會甲台灣徛做伙，展現力挺態度。And we've stood by Taiwan in defense of her hard-won freedoms. Under this administration, we've authorized additional military sales and recognized Taiwan's place a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trading economies and beacon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democracy. 潘斯也火力全開批評中國過去1年透過金關外交，誘使另外2個國家為承認台北轉向承認北京，並且增強對台灣民主制度的施壓力度，呼籲國際社會甲台灣交往。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never forget that its engagement with Taiwan does not threaten the peace, it protects peace on Taiwan and throughout the region. America will always believe that Taiwan's embrace of democracy shows a better path for all the Chinese people. 演講當中，潘斯俄羅總統川普是美國歷任總統中對中國態度上強悍的人，佢指控中國迫害政權，為個戰談判會約，暗過也強調美國會繼續找出甲中國改善關係。台灣外交部對潘斯的肯定，台灣是民主燈塔，也表達誠心的感謝。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政府不斷公開為台灣仗義直言，並且以具體的行動展現為台海安全跟區域和平的重視。不過，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是以社評回應潘斯演講，針對講到中國部分，批評是老話定講，甲去年演講同款。另外，各地台灣、香港新疆問題上，挖烏干涉中國內政。社評也點出潘斯演講有為共和黨大選誘票的意思，佢解讀潘斯有展現改善美中關係相對積極的態度。記者綜合報道。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也就是高雄市長韓國瑜，今日繼續在雲林拼選戰。案頭仔也到雲林的高彩產銷合作社，甲農民來座談。國民黨中央組港團也在今日正式成軍。黨主席吳敦義也發出講，唯一支持韓國瑜立委60席的目標。4個人的大聲話總統好，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尾仔去西麗產銷合作社受到熱烈歡迎，還有韓美愛第3面頂來簽名，伊嘛利用這個機會了解當地高彩包裝等等的產銷狀況。莫迪卡是登去後頭傷過歡喜，期末一樣過來唱一大歌。韓國瑜甲農民座談來聽農民的聲音，有農民就當場怨嘆政府對農業發展的補助無啥夠。韓國瑜嘛掛保證，要創造青年回流的環境，拍通農產的通路，而且農村適當勞動力的開放是真重要。可是講真正有機會來執政，會全力配合來推動這個部分。今年齡已經62歲左右，63歲，所以農村適當的勞動力的開放已經迫在眉睫。
韩国瑜小连2天伫婚礼进行听记者声音的旅途，伊是婚礼竞赛，佮捌做过北农总经理，接走基站拍基础，26佮要去澎湖甲基站的干部来座谈。若是国民党嘛成立中央组工团，党主席吴敦义佮发讲，唯一支持韩国瑜立委叶泽秀，中心执政的目标。韩国瑜，韩国瑜。不离个吴敦义随帮大声话讲支持韩国瑜，想要替大选来求选情。社团出讲，因为韩国瑜无法度答应不分区的位，所以条卡全无愿意来全力辅选。出现希望党中央和韩国瑜参加不分区提名决策。他有跟我提议，希望有哪几位能够优先考虑，我会做优先考虑。陆队主席曾经专门过意见，针对不分区立委，没错。虽然5个政党主席拢列伫咧做工团的研究团长，毋过说敢若5笔上到现场，连在马英九甲朱立伦拢无出席。安秀珠是另外成立做工团来引起讨论，伊是强调讲做工团停驻嘛停刊。毋过面对立言等等对手的攻势，虽望党中央大声话讲爱团结，毋过南亚内部的整合，也是有爱赶紧的必要。记者综合报道。保险业者开始把不动产变作是主要投资项目。不过，在2年前，保险局已经对着6间的寿险业者，拢总14件不动产相关的缺点，甲因罚超过5000万。房地产专家也表示讲，保险业收金是上介济，那股债因一直买，厝价就会一直悬，袂过落落来。防法的远向人寿甲全球人寿也表示讲，会照相关规定来改进。有2间寿险公司投资不动产有疏失，去互金管会来处罚。根据金管会保险局公布，万向人寿因为办不动产投资开发甲线卖，涉及5大欠点，去互处罚850万。另外，全球人寿伫咧新竹所地超过2档无使用、不符合即时利用的相关规定，嘛去互罚100万。它这块土地其实并没有做任何的开发利用，所以在展延到期之前，它是没有符合即时利用的规定。为了禁止寿险业者投资不动产来用地，照保险法规定，保险业者投资不动产要同时符合有收益、有利用的2项标准，若无放伫遐超过2档地来处罚。房产专家是表示，保险业者的现金真济，不动产的投资是因主要的选项之一。若是投资不动产无严格来管理，等于讲是帮赚差房。大财团用别人的钱去所谓的囤很多的土地，然后助长这个土地的价值上呢，然后他也获利，但是对所以我们的住户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成本会被垫高。囤地他们最常操作的方式就是采取所谓的低度使用，比如说我开成停车场，租赁给一些相对可能比较没有这种营运压力的业者。那因为保险法它本身有规定它的一个使用的效益，所以它对于这种低度的一个利用上面也比较强制性的一个规范。最近2档寿险公司因为投资不动产的内控疏失，已经有6间寿险公司去向开10市场罚单，总共5050万。记者综合报道。见到系学生常常爱做模型，也谈到玻璃桶俗，而且阁好切割，说是环境的大负担。成功大学建筑系也对108学历度开始，全面禁止学生使用玻璃桶，也爱用挂钩纸板来代替。虽然学生认为讲可能会增加困难，而且变阁较贵，不过为了环保，因也愿意配合。成功大学建筑系学生提出，加准用年好了就开始切。伫咧过去做模型时阵，拢会用真侪玻璃桶。不过自这学期开始，因无再再用玻璃桶，改用纸质的代替材料。说我们学生为什么在外面是弹绿建筑，可是在里面做模型的时候，居然用非常对地球非常有损耗的这些保丽龙材质做，是不合理的。所以在教育的立场，我们也我们去说服学生跟老师。家己也是建筑系教师会规划加设计学期院长陈泰新讲，建筑系总共5个年级，那一班70个人来算，每一个同学除了每学期教一个小模型，也有3个大模型。而每一个模型使用的玻璃桶累积落来数量是真惊人。除了无环保，处理费用每年要15万以上，所以才会禁用玻璃桶。要叠很多层的地形，那保丽龙的话，就是它有1公分厚度的，那我可能可以叠个10层就好。但是如果换成纸板的话，我可能要叠个20层才可以把它叠完。相对之下，就会浪费了比较多的材料钱，跟浪费比较多的时间去割模型。目前可能还会有剩一点保丽龙，但是在可能过一阵子，当这些保丽龙消耗完之后，就不会再有保丽龙这个材料的出现。
除了学生做模型模用玻璃龙，系所内面学生家己成立的回收材料甲药素也看袂到玻璃龙。学生讲，目前可能还佫有一寡玻璃龙甲珍珠棒，不过即寡卖煞了就袂佫再卖，希望替环境尽一份心力。因这种禁用玻璃龙的做法，国内其他大学建筑系也可能会第一做。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科技大学最近一份研究也受到国际重视，也写到鸟鼠药啊会因为鸟鼠食着这个鸟鼠药啊，保育类的动物搁去食鸟鼠，就因为安尼煞来中着鸟鼠药的毒。系统也发现讲，有一项唔食鸟鼠的麻药也来中毒，可见鸟鼠药的危害是愈来愈大。近摆若田番图，大量的蜡油对挖进背真低，踮咧掠鸟鼠。但是屏科大野生动物保护研究所发现，台湾的猛禽食鸟鼠中毒的几率真高。总共收集到了200多只的猛禽的样本，那发现有超过60%体内都有验出老鼠药的残留。样本有的看起来是哪受伤，有的好车龙，但是经过检测，超过60成伫事故进前也是死亡的时阵，体内已经因为鸟鼠药啊引发大出血。民国70年了后，蜡药大量减少，医界研究含农药甲鸟鼠药有关系，但是相关的农药伫2017年已经禁用。屏科大发现，政府目前发给民众免费的鸟鼠药啊，一直亲自食练偷着鸟啊。大冠鸠的话，它的食性里面其实并没有包含老鼠，但它主食是吃蛇的。那很可能是因为蛇先吃了有老鼠药的老鼠之后，大冠鸠再去吃那个蛇，那大冠鸠也跟着中毒。这项研究刊起伫环境科学国际期刊，研究团队建议政府莫阁发送免费白痴环保用药，才别乱投药。他们地方环保局在执行的时候是要也都会注意，就是避免不要去放到公园啊，或者是野外农地那个地方。环保署表示，这几年中央已经无国发鸟鼠药啊，嘛要求地方政府袂当用伫咧郊外和田里，会针对此样所在乡镇阁调集宣导正确的用药。记者综合报道。爱鸟的人士最近发现讲，高雄永安湿地公园内面的蓝地啊是无什么水，而且有的所在又个大皮皮。特别在这个时阵是渡鸟过冬的时间，伫咧嘉庭湿地已经记录到70只乌面腊龟，永安湿地敢若记录到50只。地主台电公司也表示讲，是水门歹去，也派人去修理啊。130公顷的永安湿地，敢若剩部分的小水窟啊，较深的所在有少数的鸟啊，但相较人数同爱的乌面腊龟，今年数量明显减少。它能够愿意飞到这个地方来，应该要有一个地方让它过冬嘛。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觉得蛮好的，比茄萣那边好，比七股那边好。乌面腊龟全世界敢若剩4000几只，今年初伫永安湿地过冬的数量才创新纪录，有175只，但最近因为伤大，敢若记录到50只。附近的嘉庭湿地已经有70只，地方的湿地保育团体认为，地主台电公司应该要做好湿地的生态保育。有一点干枯的，但是因为环评通过了，那台电呢，它在这个相关的永安的水位的控制上，应该要按照那个环评的决议。经过民间反映，台电知影已经前往巡查，发现水门有破去，但最近落雨确实嘛无多，造成水降真多。你长期有水在静止的话，就会产生严重的严重腐蚀，那个铁板就会烂掉啊，就会有洞啊。洞它就会水就会慢慢这样流出去。台电已经派员抢修，高雄鸟仔会嘛认为，永安湿地需要生态专业的知识，甲固定的维护管理，呼吁高雄市政府甲台电公司爱成立生态保育小组。记者杨传高建全高报道。你敢知影修复电影是一件真高工的代志？国家电影中心也真拼死，真侪经典电影赶紧来甲修复，也打算修复了后要重新来呈现。包括着30多年前文学作家黄春明翕的《大甲妈祖当后头厝》的纪录片，也已经修复完成。国家电影中心特别在10月27日世界影音为3日之前，把这个电影放出来，咱也做回来欣赏。火车经过大安溪桥，30多年前来一组的善男信女，一路护驾大甲妈行8天7暝，来到上尾站北港朝天宫，大家就拢画步啊回来哦。妈祖啊，你拢有看见吼？遐个敬爱你的人，
因拢是淳朴的老百姓哦。这出号做《大甲妈祖回来后头厝》的纪录片，是台湾文学作家黄春明，也有摄影大师张照东，在1974年以16毫米的底片所翕的纪录片，会当讲是台湾早期纪录片的经典。这阵台湾国家电影中心的数位修复团队，用真侪时间为取得版权、整理底片，到上奥做的调光，也有修复声音甲影像，才互影像重新恢复生命。我是感觉迄种兴奋啊，迄种敬爱，非常的感动。今仔日看恁修好的，我提早就看过啊，修了真好势。除了这一出，国家电影中心也修复电影大师李行导演在1983年所翕的《大轮回》，也有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等等的经典电影。今年拄好是国家电影中心成立40周年，文化部长陈丽君也希望未来会使互电影中心法制化，通好有更较侪资源来收藏甲保存历史影像。我希望讲，咱的这个草案吼，来国营中心要转型做行政法人的这个法案，会当伫今年来通过吼，咱来互国营中心上一个西部理文。10月27日就是联合国定做是世界野营卫生日的日子，在这一天来临进前，国家电影中心将这修复真侪年影片播送出来，要将咱看世代的记忆拢保存落来。以上是记者欧敏珍、张玉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台湾的棒球队也准备要拍世界12强赛，会在11月初3开始比。头一场是在台中的洲际棒球场，这场比赛也关系到台湾队敢有资格去东京拍奥运。公共电视也宣布比赛情形。亚锦赛台湾队甲日本排拍队，摕到18年来头一座的冠军。接落来世界12强，台湾棒球队也会拼奥运的门票。台湾队会撞到波多黎各、委内瑞拉这挂中南美洲传统强队。另外，上届关注的台日大战也会在初7来比赛。公共电视摕到无线转播权，会在比赛期间，会在公司甲公司3台替大家来转播，也请大家为台湾队加油。世界12强棒球赛是关系到明年敢有机会去东京拍奥运。为着要得出胜利，台湾队28人名单，拢总有13位的投手，其中有5位中级的投手，以及着去美国的江少庆、吴志伟，因的实力拢落在3A 加大联盟之间。去日本的陈冠宇是唯一的左投，另外新一代投手也是人才济济，也有机会拍出万定位。平常时，甲职业球员无虾米接触，嘛无接受职棒教练的指导。合作经过投手吴成峰，甲后来入选的刘志荣，是中华队28人名单内底唯一毋是职业球员。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好的优点可以学习，我想多吸收一点，对自己会很大的帮助啦。吴成峰自细汉拍球，捌是兄弟像练习生，嘛互中职二军照将，了后一直咧拍甲组成棒。32岁伊去年亚运对南韩一战成名，有人叫伊上强的银行员。伊甲南美国的黄子平是唯二为边仔投的投手，一般有料真有可能是对多米尼加甲委内瑞拉来投球。投到这个成绩的比赛，每队都想投看看啊。那尽量上去就是表现自己嘛，把自己的责任范围做好。我想这样会对自己一个很大的肯定。中华队13位投手，5位来自中职。伫美国的吴志伟甲张少庆，实力是伫咧3A 甲大联盟之间。伫日本的陈冠宇是唯一左投，不过中职廖以中、黄子平伫日本的中业，美国林新杰甲林凯威、文化大学刘志玲拢是新一代投手。就是什么都要发挥到极致嘛，你什么不管是守备，不管是投手，不管是打击，你都要发挥得很平均，你才能赢球啊。面对高强度的国际比赛，新一代投手敢会挡会调压力，干那一个左投敢是上大问题。有球评认为教练团是考量所有状况才有这个名单，就看调度敢会当反映好的结果。记者会新志明桃园报道。橄榄球世界杯8强赛要来拼一个关卡，拍入前4强的，拄好就是世界排名前4名的球队。纽西兰要甲世界排名第2的英格兰来对决。毋
不过纽西兰是最近连续6场拢拍赢，这场比赛未前开始就充满话题。在日本举行的橄榄球世界杯8强赛，世界第一的纽西兰对世界排名前5名爱尔兰，乌三军46比14大赢进入4强。因伫总决赛对手是世界排名第2的英格兰，成为军团伫咧8强赛拍败澳洲顺利晋级。纽西兰甲英格兰分别排名世界第1甲第2。伫咧过去因对阵的记录，纽西兰是6连胜，不过英格兰顶一面只敢输1分。所以这边4强赛谁人的赢面较大也唔知。马上送到了左边，1对1，你看哦被突破了。哇！另外，伫日本主场踢馆的南非是无互地主日本搁再像顶一届意花行球，最后26比3拍败日本。橄榄球世界杯进入4强时阵，拄好是世界排名前4名球队，是纽西兰会当卫冕，也是英格兰会当报鸟错翻，到26就会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若要封神，就爱对着阵。在澳洲中部原住民阿南果人的信仰，也就是世界遗产乌鲁鲁，26开始要禁止人去拜啊。所以真侪游客想要把握最后的机会，想要到这个入山口，透早无到7点，就排了几落百人。在澳洲北领地爱丽丝泉附近偏远沙漠地区，搁被讲是埃尔斯岩的乌鲁鲁。为着要尊重传统持有者阿南果人的信仰甲文化，当局自打开始会全面禁止爬山。2天前消息拄则宣布的时阵，乌鲁鲁的游客数量敢若增加16%。今年一直到6月底为止，已经有将近40万的游客来这个有名的地标。最近这几礼拜，赶伫咧最后期限要来进前雕成的人数，更加是增加真济。逐天透早较无7点到几600个人伫咧登山入口处排到愈长。25入山的活动因为强风延3点钟，游客照常真有耐心排队。I don't see the harm in climbing, so long as you don't damage anything. You just respect, their culture and just walk and don't damage anything up there or leave any rubbish up the top. 对阿南果人来讲，乌鲁鲁参像因的圣殿，祖先做事了后留落来的能量全部拢留伫顶面，所以来拜乌鲁鲁被看作是缴交能量和祖先祭祀的禁区。1985年开始，阿南果人就大力争取禁止来爬山，一直到2017年才得到通过。So, it is a religious place, it's a place of religion, a place of worship. So why? 348公尺高的乌鲁鲁，毋但真惊嘛真趣。热天的温度甚至讲会来到-47度。1950年开始，有60个人不幸因为意外伫咧遮无命。去年就有一个日本游客想要去爬上厝的架，结果不幸死亡。2015年，慢慢有台湾旅客跋到乌鲁鲁受到重伤。记者综合报道。人来世间哪有梦？死了江山是换别人。西班牙政府二是对独裁者佛朗哥的骨头，对这个烈士狗大狗肠公园墓园甲挖出来，摔到一个较无影目的墓园，以实现转型正义。虽然讲佛朗哥已经过身40多年啊，不过西班牙人对伊的看法也是有好也有歹。工作人员表情严肃，将棺木扛出来。在内面的是西班牙独裁政权领袖佛朗哥，伊资本安葬伫烈士谷大教堂陵墓，但是因为这个有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几万名死者，也引发独裁加害人甲受害人在伫咧同一个所在的争议。去年就大的西班牙社会劳工党政府决定将佛朗哥迁葬，经过一连串法律攻防，西班牙最高法院最后裁决，将佛朗哥迁葬去明哥卢比欧国家墓园。Ponerle fin era un deber para las generaciones que no crecimos bajo el trauma de la guerra civil y del franquismo. 佛朗哥伫1930年拍赢西班牙内战，落尾实施40天的独裁统治，一直到1975年过身了后，西班牙才过渡变成民主政体。迁葬的消息传出来了后，反对伊的西班牙民众欢喜甲伫咧庆祝。Hay que luchar por la justicia y la reparación a las víctimas del franquismo, que sobre eso todavía no, este gobierno se está lavando las manos. Por lo tanto, hay poco que celebrar. Sí, bueno, celebramos que un fascista ya no se le homenajea en un lugar público, pero es un paso más. 但是嘛，未少佛朗哥的支持者上街路表达抗议。Sí, seguiremos peleando por lo menos para inhumarlo donde consideramos que debe estar, que es un sitio nuestro y no del Estado.
西班牙一直咧下个月初10举行大选，总理桑切斯强调，将独裁领袖弗朗哥的官部清出来了后，特殊国就敢若剩受害者的围骨，意义会完全无同。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要放假，天气好歹，报互恁知影。北部地区为20度到27度。中部地区为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为23度到30度，东部地区为21度到28度。再来看外岛，为21度到28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